39蚊一隻燒雞，仲要係大袋裝住，熱辣辣啱啱出爐嗰種，你第一時間諗到嘅係咩？係抵到爛？定係咪真係食得㗎？呢排每逢週末，你想去深圳求其入一間山姆、Costco 或者係盒馬先生，你都會見到個奇景，成千上萬嘅香港人，好似唔使錢咁，人手一袋甚至兩袋39蚊嘅燒雞，大家排隊排到天荒地老，就係為咗嗰隻皮脆肉嫩，連埋個袋都仲滲緊油嘅雞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喺呢個租金貴、人工貴、物價飛漲嘅年代，點解一隻成隻貓咁大嘅雞可以賣到39蚊人民幣？到底係深圳超市做緊慈善，定係呢隻雞背後隱藏住一啲你聽完之後可能未必再敢放入口嘅真相？今日我哋就嚟一次過踢爆呢個平價神話，拆解呢39蚊背後嘅商業邏輯、科技狠活，同埋最核心嘅問題，呢啲雞到底係點樣養大嘅？其實呢隻39蚊燒雞已經唔單止係一隻雞咁簡單，佢已經成為咗一種現象，甚至係深圳超市嘅流量密碼。你試諗下，喺香港求其去街市買隻生雞，閒閒地都要100幾200蚊，去超市買隻凍雞都要50、60蚊，仲要係未煮嘅。但係喺深圳，39蚊係幫你燒埋、調埋味，仲要包裝好。好多人第一反應就會話：呢啲係咪僵屍肉？係咪放咗好多年嘅陳年凍雞？或者係咪嗰啲所謂6隻翼、8條腿嘅畸形雞？我哋先嚟講下呢隻雞嘅品種。呢啲平價燒雞，絕大多數都係屬於一種叫大白羽肉雞嘅品種。呢種雞係人類工業化養殖嘅巔峰之作。你以為一隻雞要養半年、1年先可以食？喺大白羽肉雞嘅世界入面，呢個諗法已經過時咗9幾年。呢啲雞由出世嗰一刻開始計起，通常只需要養40日到45日，就已經可以達到3、4斤重，達到可以屠宰嘅標準。係啊，你冇聽錯，係40幾日。好多人一聽，哇，40日大到咁，一定係打咗好多激素啦。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誤解。今時今日嘅畜牧業，激素其實好貴，仲貴過隻雞。大白羽肉雞之所以生得咁快，係因為基因篩選。呢種雞就係為咗產肉而生嘅，佢哋嘅生長效率極高。如果你有機會去參觀嗰啲現代化養殖場，你會見到成千上萬隻雞排排坐，佢哋基本上唔需要點喐，每日嘅任務就係食同埋瞓。佢哋嘅飼料都係經過精確計算嘅，入面有粟米、大豆粕，仲有各種氨基酸同維生素。呢種高度工業化嘅養殖方式，將成本壓縮到一個你想象唔到嘅極限。咁一隻咁樣嘅生雞，成本到底係幾多呢？喺大規模批發嘅層面，一隻2、3斤重嘅生雞，成本可能只需要20零蚊人民幣。再加上工業化嘅燒製流程，一間大型超市一日可能賣幾千隻雞，佢哋可以用大型嘅自動旋轉烤爐，一次過燒幾十隻甚至上百隻，人工成本被攤分到極低。所以39蚊呢個價錢雖然賺得唔多，但係超市係絕對唔會蝕本嘅。但係問題嚟啦，既然唔係蝕本，點解香港賣咁貴？呢度就涉及到一個超市心理學。你以為超市靠呢隻雞賺錢？錯啦！呢隻39蚊嘅燒雞喺商業入面叫做引流產品，或者叫蝕本貨策略。廣東話講就係攞嚟做利。超市嘅目的根本唔係靠呢隻雞發達，佢係要用呢隻極具震撼力嘅低價引你入去超市。你想買燒雞，你就要先俾幾百蚊入會費做會員。你入到去，你唔會只係買一隻雞架嗎？你會見到啲提子好似幾靚，啲麵包好大袋，啲洗潔精好平。結果你出嚟嘅時候，購物車入面已經塞滿咗2、3千蚊嘅嘢。呢隻39蚊嘅雞，只係一個令你覺得呢度啲嘢真係好平嘅幻覺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話，既然係正常雞，成本又控制到，咁係咪可以放心食？先唔好急，我哋嚟睇睇味道同營養背後嘅真相。你有冇發現呢啲燒雞食落去嘅時候，
肉質係非常之軟，甚至係有啲霉，而且個味非常之重，鹹香十足，食完之後會覺得好口渴。呢度就涉及到了超市唔會話你聽嘅加工真相，因為大白羽肉雞生得太快，佢嘅肉質纖維其實好鬆散，冇乜雞味。為咗補償呢種先天不足，超市喺燒之前會進行大規模嘅醃製。呢啲雞通常會浸喺一缸充滿咗香精、食鹽、味精、香料，仲有一啲叫補水劑嘅化學物質入面。呢啲補水劑，例如磷酸鹽，可以令雞肉吸收更多嘅水分，令到雞肉燒完之後依然感覺多汁，同時亦可以增加重量。你食落去嗰種所謂嫩滑，其實好多時係化學物質同水分交織出嚟嘅假象。而且為咗掩蓋肉質嘅平庸，醃料入面嘅鈉含量通常都係爆表嘅。你食一隻雞皮，可能已經攝取咗全日所需嘅鹽分嘅一半。對於一啲注重健康或者有高血壓嘅朋友嚟講，呢隻39蚊嘅燒雞其實係一個隱形嘅健康炸彈。再講講個皮，點解超市嘅雞皮可以咁香脆？除咗高溫燒製之外，好多時仲會噴上一層薄薄嘅糖漿或者係類似嘅物質，為咗令佢上色更加靚，引起你嘅食慾。但係喺高溫之下，呢啲油脂同糖分會產生一啲叫丙烯胺或者多環芳香烴嘅物質，呢啲都係一啲潛在嘅致癌物。當然，你唔係日日食就冇問題，但係如果你因為平，一個禮拜食幾次，咁你就真係要諗清楚。仲有一個好多香港人忽略咗嘅真相，就係衛生環境。雖然大超市嘅廚房望落去好乾淨，但係喺處理咁大規模嘅熟食時，交叉污染嘅風險係一直存在嘅。你見到嗰啲雞一堆堆咁放喺度，喺室溫之下擺放，如果超市嘅人流太旺，補貨速度過快，有啲雞可能未完全熟透就拎咗出嚟，又或者有啲雞擺得太耐，細菌就開始滋生。而且你有冇諗過，點解呢啲雞一定要賣39蚊？點解唔係49？點解唔係29？ 39呢個數字喺心理學上係一個魔力數字，佢俾人一種30幾蚊買唔到食虧、買唔到上當嘅感覺。佢成功勾起咗香港人基因入面嗰種攞便宜嘅心態。我哋香港人平時喺香港生活壓力咁大，物價咁高，去到深圳見到39蚊一隻雞，簡直覺得係一種補償。但係我哋要反思嘅係，當我哋追求極致性價比嘅時候，我哋到底犧牲咗啲乜嘢？我哋犧牲咗對食物原味嘅追求，我哋犧牲咗對小商販嘅支持。你想下，如果大家都北上買39蚊燒雞，香港街市嗰啲賣活雞嘅檔口點生存？嗰啲堅持用慢火、用新鮮食材嘅餐廳點生存？最後，當市場淨返晒呢啲工業化嘅低價食物時，我哋嘅味蕾亦都會變得麻木。我哋以為自己賺咗，其實我哋係輸咗選擇權。當然，我唔係話呢啲雞唔食得。如果你係一大班人去野餐，或者係開派對，買返2隻做下點綴，絕對係物超所值。但係如果你打算將佢當成日常飲食嘅一部分，或者覺得呢啲就係好嘢，咁你就真係中咗超市嘅計。總括嚟講，39蚊燒雞嘅真相唔係因為佢係僵屍肉，亦都唔係因為佢有6隻翼，而係因為佢係一種極致工業化、極致商業計算之下嘅產物。佢係超市用嚟釣你條大魚嘅羽毛。呢隻雞背後係縮短咗嘅生長週期、大量使用嘅添加劑，同埋精確嘅消費者心理學。所以睇完今日嘅拆解，你仲敢唔敢食？我相信你心入面已經有答案。下次你喺深圳超市排緊隊買雞嘅時候，望住嗰隻油淋淋嘅燒雞，你可以問下自己：我係真係想食呢隻雞，定係我只係中意39蚊呢個感覺？其實生活喺香港，我哋好容易被呢啲平價神話吸引。畢竟呢2年經濟環境一般，大家荷包都縮晒水。去深圳消費係一種釋放壓力嘅方式，呢點我完全理解。39蚊一隻雞，比起喺香港食餐茶記都要60-70蚊，確實係有一種好大嘅心理落差。但係大家都要明白一個道理，
世界上面係冇免費午餐嘅，亦都好少有真正大件夾抵食到唔合理嘅嘢。每一份平價嘅背後，都一定有某種形式嘅妥協，可能係口感，可能係營養，亦都可能係長遠嘅健康成本。好多人上去深圳，除咗買雞，仲會買嗰啲幾蚊一杯嘅奶茶，10幾蚊一斤嘅生果。其實呢啲都係同一個道理。中國大陸嘅強大供應鏈確實可以將成本壓到好低，但係作為消費者，我哋要有獨立思考嘅能力，唔好人亦云，見到個個排隊就跟住排。我有個朋友之前每個禮拜都想去深圳搬2隻雞返嚟，話要俾屋企人加餸，結果食咗1個月，佢老婆同佢講，不如唔好再買啦，啲雞食落去得陣鹹味，啲肉霉到好似食緊棉花咁，仲要食完之後全家人都係咁飲水。呢個就是最真實嘅反饋。我哋嘅身體其實好誠實，好唔好嘢，你嘅腸胃會話俾你聽。而且我哋仲要睇下呢個現象對香港嘅深遠影響。2024年開始，北上消費變成咗一種潮流，香港嘅餐飲業、零售業面臨緊前所未有嘅衝擊。如果你問我39蚊燒雞有冇錯？佢冇錯，佢只係商業競爭下嘅一個產品。但係如果我哋全部人都只係追求平，咁最終香港嗰種追求精緻、追求品質嘅飲食文化可能會慢慢消失。我記得細個嘅時候，老人家成日話雞有雞味，呢句說話依家聽返，其實係一種奢求。大白羽肉雞雖然餵飽咗全球幾十億人，但係佢亦都令到雞味變成咗一種記憶入面嘅味道。39蚊買到嘅係熱量，買到嘅係肚餓嘅填補，但係買唔到真正嘅美食體驗。所以我嘅建議係，如果你真係鍾意食，買1隻半隻嚟試下無妨，唔使將佢諗到好似毒藥咁。但係要有意識咁去控制次數，同時亦都多啲支持返香港本地嗰啲用心做嘢嘅小店。雖然貴少少，但係起碼你知你食緊啲乜，起碼你買到嘅係一份尊重食物嘅匠心。喺呢個資訊爆炸、消費主義盛行嘅年代，做一個清醒嘅消費者，比起做一個慳錢嘅消費者更加重要。呢隻39蚊嘅燒雞就好似一面鏡咁，照出咗我哋嘅貪婪、我哋嘅焦慮，同埋我哋對生活質素嘅某種無奈。下次你再返深圳，見到嗰個燒雞櫃位，你可能會停留1秒，諗起我今日講嘅呢番話。係咪真係要排嗰半個鐘隊？係咪真係要為咗嗰30幾蚊去折磨自己嘅味蕾？答案一直都喺你手入面。唔好俾嗰啲包裝得好靚嘅平價神話蒙蔽咗你嘅對眼。真相往往就隱藏喺嗰啲你睇唔到嘅地方。39蚊一隻雞係一個商業奇蹟，但未必係一個美食奇蹟。我哋生活喺呢個世界，唔單止要食得飽，仲要食得好，食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講咗咁耐，其實我最想表達嘅係，無論係39蚊定係390蚊，食物嘅本質應該係帶嚟快樂同健康。如果一隻雞帶嚟嘅只係對健康嘅隱憂同埋對味覺嘅摧殘，咁就算佢賣9蚊9都係貴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去旅行、去消費係為咗開心，唔好為咗嗰少少便宜，搞到自己心力交瘁。排隊排到火遮眼，返到屋企隻雞仲要凍晒，皮都埋晒，咁又有咩意思呢？不如留返啲時間陪下屋企人，或者喺屋企附近揾間有水準嘅燒臘檔，斬半隻新鮮出爐嘅燒鴨，嗰種滿足感，可能仲大過你千里迢迢搬返嚟嗰隻39蚊燒雞。呢個世界運作嘅規律，從來都係1分錢1分貨。雖然有時會有例外，但係喺大規模工業生產嘅領域，呢條定律基本上係走唔掉嘅。你可以選擇相信神話，但係你更應該相信科學同埋邏輯。39蚊嘅燒雞係時代嘅產物，亦係我哋每個人生活選擇嘅一個縮影。希望今日呢段分享可以幫到你喺下一次消費嘅時候多一份理性，少一份盲目。生活唔容易，大家都要對自己好啲，食落肚嘅嘢更加要謹慎。
多謝大家今日聽我講咁耐，我哋下次再見。